这是恁老爸陆生的宝剑，剑断人亡，你来看啊！朋友，嘿，小心哦！这个人啊，年轻教师爷，名叫明峰，功夫真好，真干险，你要注意啊！你是陆清的朋友，那安尼真好，你着甲伊斗阵去吟诗地府。啊！陆安刀！大概你丢袂着啊！小兄弟，你会晓使用陆安刀，莫非你是镇山虎梁朝元的徒弟？是什么人指使你杀死陆胜？这是毋是这个秋玲的主人？这种探龙取物的本领，是阮大师傅教我。也毋过我素来毋捌用，只有向你这个歹徒组用出来。什么？千手神偷，下明是你的师傅？那呢？镇海高江大雄，敢不也是？是我的第三师傅，安怎？小兄弟，我甲你啊无冤无仇啊，大概你袂要对我下毒手才对啦吼。哼！我自从听一个朋友甲我劝过了后，我有一段时间拢毋捌用着刀，但是今仔日我特别例外，为着你太死就去陆胜。不了，小兄弟啊，其实陆胜伊也无死啊啦。是陆胜哦，家己走入去飞来劫，迄乱石中去迷路去啦。小兄弟，你若毋信哦，我会用带你来去找伊的咧。小兄弟，你迄金秋玲甲迄地图，是我一位朋友朱公主的物件，你留喺身躯边嘛是无啥路用，拜托你害我好。等3天了后，你甲我先倒转去。3天后，你住伫迄个飞来甲等我，我命令你甲我拖路，若会当达成这个目的，上讲上罪，我自然这物件就会送用你。若是无呢，你就要甲我大大嘴。是。出手未免伤过凶。这两个山贼虽然势有异故，但是你的刀法迅速。不过若是无小心，有一天伤着无辜的人，后悔就对了。夏江良心地善良，又肯接受人的忠告，可惜伊太年轻了，
缺少识人的经验，对明通这种人，要哪用去轻易信任？头壳无烧还会讲袂？有较袂戆啊，昨你开的药粉真有效呢。我伫咧讲啦，你就是伤过烦恼恁老爸过头，才会头壳戆戆，安尼我会用减免2味，你搁再食一粒啊，就明仔载就好啊。嘿，小兄弟啊，你确实实在是真敖呢吼！不但功夫高强，还会开药米，还会医病，真是令人钦服啊！可惜的，哼！我以为讲你已经走啊，无想讲你还搁伫遮。偷走，哈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哪会用咧用偷走的？吼，大丈夫男子汉就用咧做小偷的，是毋？我，昨昏啊，我问你的代志，你还袂甲我解释，你是要爱讲也要爱输，家己决定。哎呀，小兄弟啊，我求你饶我一个啦！其实讲的吼，我嘛是一个好人咧，看有影无？我也袂开也袂破啦，只是讲去互人压迫着，无法度吼，才做小偷嘛。哈，做小偷会受人压迫的。是啊，我唔敢无听迄个人的话呢，因为伊的功夫足高强的，而且佫足有力的，我都惹伊袂起咧。无是啥人压迫你哈？是是啥人，咱唔敢讲啊？阮某。哈，恁某？啊，哪有人做某人咧逼翁做贼啊？我嘛是也唔相信，天下有这个查某。嘿，陆公主啊，你唔知影？啊，若讲阮迄个某吼，是足爱水，佫足爱享受的啦。啊，偏偏我都无法度趁大钱互伊开，无法度，唔则只好。我知影，恁某一定生做真水，你惊伊走去，唔只会去做贼仔，甲人偷摕物件，倒来甲扒劫着。哎哟，啥物咧生做足水的咯哈！伊安尼下哦下搁肥，一粒圆甲6个，反正你若看到伊，你就会想到肉圆啊。肉圆啊？哦，是伊哦。实在讲的啦，我苦心踮咧这个工务中吼，我哪甲人走跳10多年啊啦，我从来都毋捌轻服过啥物人。要若讲这一摆吼，确实吼，我是对我的心肝底安尼伫咧轻服你的，小兄弟啊，拜托你哦，收留我，缀你的身躯边，做你的小批也好，做你的奴才也好，求你收留我。我则无想讲要收留一个小菜仔来伫咧做小辈。我都已经改邪归正啊，你咧，拜托安尼嘛啦。是好啦，无就甲你收留一个月，试用看卖咧。假使你若真是讲弃邪归正啊，我就继续搁甲你用落去。你若毋拄好，迄个老毛病搁顶起呢？到迄个时阵吼，啊，看是要讲的啊，是要输的吼，嘿，随在小兄弟你出发。好，多谢老大的。嘿嘿嘿，哎呦，有影，陆公主啊，嘿，我看你安尼真虚弱吼，我随时都来替你订一个燕窝来互你补，顺续来去甲你贴药啊。夏大哥，你明仔载真是要去回来劫，去阮阿爹是？是啊，我若毋是要依着你的边啊，我昨昏就走去咯。如果有意着，应
不小生命思心多，去能连累下大哥。连累两日不连光，互相你记无轻王。可怜王子最恶强，听传音无义心重。青儿，你唔免顾虑遐尼真多。等待我若叫你老爸倒转来了后，我一定奉送恁爸仔囝到行社。多谢你。哈，唔免说多谢啦。一来，我要保全着恁爸囝，完成就是恁父子的义行；二来咧，我是为着迄个保庆哦，因为我自细汉是一个孤儿。我细汉的时，时常伫迄个西江边，伫思念我的爸母，所以呢，宝庆王伊思念囝的苦心，我非常的了解，体会会当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也真无愿意讲，迄种最后的人来伫冒充王子，欺骗就是宝庆王。夏大哥，你的老爸老母即马伫倒位？我是一个孤儿，我嘛捌看到阮老母生做啥物款，我嘛唔知影伊是叫做啥物名，我嘛唔知伊住伫个啥物所在。安怎介一人徛踮遮伫咧压雨呢？欣赏春景，压雨伫咧欣赏春景。朋友，即摆一只3月初啊呢，天气还阁真冷，你爱注意，唔通去互寒着。多谢你的关心。我一世人最喜爱的3项物件，你知影是啥物？什么物件？凄凉的雨，寒冷的雪，抑阁神酸的刺。我看你敢若亲像真重心酸。大家人都有心酸，
你若无心事，哪会独自望着江水伫咧叹息？我未请教你的尊姓代明思秋，在下马天鹤，漂水相逢也算有缘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万姐，既然是有缘，就应该先讲出你的心事。我看你年纪这么轻，无应该亲像我，秋思满怀。一江湖20年，虽然无人会当解决我明思秋的烦恼，但是凭我人生的经验，无一定我会当替你解开烦恼。多谢明兄你的好意，我一世人还阁毋捌做过亏心事，顶几工为着要探听我未婚妻的消息，竟然会去逼着一个人对落去断崖自尽。后来我愈想愈后悔，夏江良甲伊翠舞，因是青梅竹马的伴侣。伊爱也无算是毋对，我不应该将伊逼死。马公主，我真羡慕你，你的烦恼已经消除了。夏江良并无死，3天前我有看到。是有啥物通看？你也看甲安尼入神。好看，这是表着大安岛搁较好看。福地讲，哈哈。啊，刀剑低头。分量轻嘞，只有这剑术啊。甚至我无保护伊，伊现在生死我嘛唔知。翠有，夏大哥，什么人是翠有？是我一个好朋友，我即马要来去回来夹，
经理，你会记我无伫，你药都爱食吼。四个安怎？喂，小兄弟，我等你偌久啊咧？药成咧？哦，药成哦，第一段上片诶。小兄弟，迄金秋莲甲地图，伫遮，明天就照赶过。谢谢。多谢。行，来，请。小兄弟，你在行？请。连通，你若想要搁出什么法意啊？我就要伫你这个狗头。小兄弟，你心肝咧遐尼牛刀去啦！我若敢变歹去，你用6万刀对付我敢走会去，对无？你敢毋是要切着？我即摆已经上水门拍，你若阴死了后，你一定要去阴死地府解会面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